跟着这血液，男人着这血点，我共跟着这血液，真把人梦掐死脸香，热动从我家做干儿的，刚那月饼西几干儿不，今天没有龙板盆儿哟，所呀的龙啊，刚的你吉祥啊，刚的你庆祝啊，刚的了罗哟。他的对手尤米迪恩来自塔吉克斯坦。我们看到资料，这个尤米迪恩的终结率是100%啊，5胜1次 KO 4次降服。是。对于19岁的斑马夺基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。哎，抱腿哦，这个抱腿好远就过去了，整个身体扑上去啊。对。哎呦，很顽固啊。哎，又一直就要这个。他其实现在可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。斑马夺基做了几次推，还是在要这个。其实我觉得可以尝试放弃一下。你看，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尤米迪恩的这个终结率啊，哎呦漂亮，后手拳有效果，有效果。尤米迪恩就一直想推入地面啊。对。刚才斑马夺基那个后手打得很好，时间掌握得很好。对，因为这个尤米迪恩的这个精力呢，还是在抱腿上。对。哎呀，对方给打站立一后手。可以，刚才有机会，其实可以尝试拿背。哦，好像有效果。刚才是好像打到了肋部。效果不错啊。很聪明，他没有着急的去攻击尤米迪恩的这个头部啊。对，没错。可能是鼻骨骨折。我看到刚才那一拳是打到肋部，还是太快了，还是打到下巴？我们的场上裁判也是很注意力很集中啊。对，这个庞老师这个确实是明察秋毫啊。恭喜我们的藏族小伙啊，来自恩波格斗的斑马夺基，19岁的小将，又是一个未来之星啊。我们一会儿要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，是刚才那下到底是击打到哪里？这个尤米迪恩太执着了吧？对，因为这几拳有点效果。哎，这个打得很准，这拳是打倒在地上。对，击服。还有，好像就这一下打到肋部了。2、3下啊，对，第一下击到肋部其实是最有效的一个反应。是的。后方选手，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，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1分15秒地面砸击 TKO 获胜。有请颁奖嘉宾，欢乐决创始。